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1月初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昨星宇航空有一架对泰国曼谷要飞转来台北的机班，所前晡7点钟才起飞，旅客伫咧飞行机顶头，对下晡2点外，等到暗时8点半，半暝1点外才飞到位，拢总有233个旅客受到影响。 旅客伫咧飞机顶等真久，星宇航空初时有一台曼谷飞台北的航班，原本是当地时间下昼2点50要起飞，伫台湾时间暗时7点半到位，结果班机先延误到暗时6点10分才上飞机。旅客上飞机了，又搁被通知，因为超时无法度起飞，也袂使来，到暗时8点半才起飞，台湾时间初5透早1点06分到位。目前正在做重新加油的动作，在我们拿到最新的评分表。 加油完成后，会持续的飞往台北。感谢各位贵宾的了解和谢谢。旅客伫咧飞机顶点超过2点钟，星宇航空是回应讲，主要是因为另外一台台北飞曼谷班机延误，连带因为做完的工时问题，飞台北的航班也受延误。了后确定无超时的问题才起飞，总共影响233位乘客，有分水、饮料加咖啡给大家。 在疫情了，旅游业复苏，星宇航空10月底扩大找人，也参加正伫咧办理台北国际旅展，目标是旅展的业绩要成长2倍。不过，同款是10月都发生的台北关西机场行李系统出问题，旅客人拢已经回国啊，行李还搁伫咧日本，还搁5月时阵班机延误，互旅客拢困伫咧成田机场的事件，星宇航空最近代志是有较侪。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2024的总统选战，民进党的赖清德昨成立新北市的竞选总部，包括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拢有到场甲徛台。蔡英文是批评国民党和民众党合作，敢若是为着权威分配，佮为着利益。然后赖清德是针对对手一直咧攻击，因兜的旧厝是违建来驳回，讲话佮讲甲后甜。 赖清德，动帅！赖清德，动帅！赖清德，动帅！受其花口河底现团结气势，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初时下晡举办新北市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总统蔡英文、立法院长游锡堃、前行政长苏贞昌等人拢来收听。所谓的蓝白合，讨论的只是谁正谁负，只是权位的分配。 看起来只是利益的结合。如果是这样，蓝白合就不如全民合。蔡文化请选民用选票，和世界上给台湾选对的人行对的路。面对未来挑战，需要有经验团队带台湾向前。赖清德伫赛时阵，面对对手镇压，一直攻击老早厝技术违建风波忍未了，后天向选民运行诉求攻势。阮是爱去扣烟片咧。 所以，阮兜的厝的经营是拓空的工寮，参现主是咧检讨的，包括关务的主席因兜的情形无共款，我完全尊重新北市的市政府的判断。如果应该爱交什么款的钱，补什么款的庭事，我完全配合。 前行政长苏贞昌也表示，这4年当压力拼出成绩。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是批评以前的对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选后提3000多万选举补助款，就亲像相亲共款提聘金。即马放弃新北市民，讲要去追求一个更加新、更水的对象，放弃新北市民，讲要好好做代志，说是一直想要做大官。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昨嘛伫咧台北造势，台北市长蒋万安、前总统马英九，佮有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拢去甲相听。针对南北要合作，也佮无进度，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真不满，讲郭文哲原底讲要支持，煞佮来变卦。毋过郭文哲这边是回应讲，因敢若讲答应会考虑，毋是答应。侯友宜到帅，侯友宜到帅。
台北市六中万安伫边仔陪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带领8位立委参选人大进场，展现家母带家仔的气势。2024大选正伫倒拍算，侯友宜初时出席万人誓师大会台北场，现场画出5万人到场，那也大咖同齐做伙。前总统马英九批评蔡政府执政7年，各项经济拢倒退。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表示，侯友宜手提和平锁匙，虽然热情地会面对战争，但侯友宜随后定场发声。耐听着说了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怎么会让人民放心？他不引战呢？当一个总统怎么可以引来战争，对不对？对。这总统最大的责任就是避战。国民党划出集中选票，也激烈挽救，强要破局南北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提出2条2方案，得到南亚执政15回县市首长共同联署，发出效果百做会，实现政党轮替。柯文哲本人来跟大家问好。国民党早起前往台东中央市场拜票，下到罗南、屏东参拜，东港、东龙宫争取选民支持。讲到南北合，国民党否决国民党提案，坚持全民调，引起朱立伦不满，回击国民党原先较偏向日本模式。国民党提名的立委候选人69个，民众党11个，那合起来投票，哇！你一听就知道这个提案实在太奇怪了。一定要去计算说谁一定赢。那我也再一次强调一件事情，这样就很难谈了。本来我们都是满心期待、乐观的看到这样的结果，昨天被浇了一盆的冷水。对总统竞选筹备好势，朱立伦强调，国民党原本答应支持刷变啦。国民党竞选总干事温珊珊下道反击，答应考虑甲答应差真济，啥物人会伫电话内答应这么重要的代志？后礼拜安排国民党甲副总统竞选翕相，佮讲民众党遵守全民调误差范围内礼让的承诺，也毋过爱有备案。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提高连书书，减少公开露面，伫面册发布家己是政治界的高年级实习生，会甲8万名。以联手重新打造国家。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为着要掌握幼保状况，卫福部按算2024年要设置网络平台，国内1600多间公立私立托育机构的干事会面，拢爱团结地保存1个月。有学者专家就建议讲，唔通立法来强制，要用鼓励来推动。再来是《自由时报》。ChatGPT 引发全球拢在烧 AI 的技术，不过专家就表示，目前繁体中文的资料量比简体字搁较少，而且台湾的社群网络较少咧分享知识，所以对咱要开发 AI 是正不利。落尾是联合报，前阵仔世新大学的中文系决定要停止招生，即马真理大学专台头一个台文系嘛建议要停止招生啊。学者认为讲，这是人文学科的学生欠舞台来发挥所产生的问题。天气报你知，今仔日甲昨同款，拢是好天小热出日头。不过明仔载开始就有东北季风要报道，北部的气温上低会降7度，水汽嘛会变较高，所以大家得爱注意这几天的天气变化。已经是11月初4大日头，有热天的感觉。高雄内门拜六下晡测到高温34.3度，台北市高温有33.4度。不过小热天气要伫周末结束。下礼拜一开始，后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天气转凉有雨。星期一的大概傍晚之后，就是锋面会通过台湾北部海面，然后东北季风会随之增强。那这波的东北季风大约维持2天左右。那降温的幅度主要还是以北部、东北部地区为主。那高温的话，大概会下降6、7度左右。这摆东北季风影响时间按算到下礼拜3，伊是开始各地大头回温，只剩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地渐雨。不过到拜5，有一波东北季风到位，桃园以北会个正做有雨天气。东北季风虽然连续到位，不过有降温的感觉，可能要等到12月中。要降温到有感呢，可能到例如说14度以下有冷气团，以现在的预估，可能要到12月中才比较有机会。那因为今年来说的话，我们遇到一个生一年，然后全球暖化又到未来这几个月还是蛮严重的，所以2个加起来，其实今年台湾遇到一个暖冬的机会很高。
专家分析，今年冬天可能是较小好的天气形态。今年为止，到目前只有16个风台，也比平均数较少。目前海面上有关有扰动发展，是不是正做风台，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流感的疫情当咧压悬，各地患者嘛拢明显增加。伫咧云林5天内，已经有6间学校拢总10个班因为流感来停课。到初3为止，拢总有37个重症个案，其中一个是高中生出现气管甲心脏受损的状况，紧急用 ECMO 把命保掉咧。入秋了后，流感疫情升悬，各地医疗院所客满看病民众。医师也表示，接落来会进入流行高峰，呼吁赶紧做疫苗。那云林卫生局统计到初3，通报并发重症个案有37个，其中有9个人死亡，拢是50岁以上的长者。年龄是分布在50到89岁之间。那高龄又具慢性病的话，是导致重症的高风险族群。那疫情也扩散到学校，卫生局表示，最近5天，云林县都有6间学校10个班级因为流感停课，甚至有1名是高中生，因为重症造成肺甲心脏受损，病情变化真紧，紧急装ECMO才救回1名。有听小朋友说，可能他们家里面有，就是可能从家里面的人传啊，然后全家都有得那个流感的症状甚至是从补习班、安亲班那边也有传出来。流感它也会造成死亡当然会不知道那个就是流感疫苗跟你以前打那个3针的 COVID-19 会不会有所冲突医师也表示，因为学生甲高龄长者是流感病毒高风险族群，除了应该做好个人防护，注意不要甲挂好喙암之外，教育处也呼吁，若有流感症状，应该伫厝里休困，杜绝传染病群聚感染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山区的国家尼泊尔，初3半暝啊发生规模5点大的大地震，而且深度敢若10公里，真侪建筑物拢总倒去，民众伫咧困梦当中被呼走，至少有132个人死亡。民众沿着拢是庄仔厝遐的小路行，看卖家己甲亲友的徛家，还阁有剩啥物。时间等到当地初3半暝晚12点，位伫喜马拉雅山区的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边大约500公里的加加尔科，突然摇起来，互真侪已经困扰民未赴逃生的民众陷入土石堆中。为民众会当看到救援队甲热心的民众，赶紧将这名老妇人为放弃的厝的空棚中救出来。部分受伤的民众由警消人员动员飞轮机甲直升机送去附近的大城市，再由救护车送往病院接受治疗。अर्ध चेप्यो अर्ध कराएर बेसरी पछि सबैको त्यस्तै भयो सबै चिज चेक गर्नु आधा 1 घन्टापछि पुलिसहरू को मान्छे चाचुर भएपछि के भयो भने हल्ला खल्ला भइसकेपछि बल्ल 天光了后，尼泊尔总理达哈尔带领一组12名军医的团队，除了慰问灾民，也由医疗专家到处搜索救灾甲医疗行动。尼泊尔定发生地震，10月间规模5以上的地震就至少有2摆，那顶一摆造成大规模死伤的地震，发生伫2015年4月到5月，2摆的规模拢伫7到8月之间，拢总造成超过9000人死亡。那这摆地震是8年外来上严重的灾害。广西新闻徐家真编译。以下战争扩大，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拢呼吁以色列要暂时停战，让人道物资会当送入去加沙地区。不过，以色列是讲，哈马斯若是要把人质拢放出来，一切就免讲。另外，黎巴嫩的真主党是咧支援哈马斯，嘛扩大轰炸以色列的北部。为也门到伊朗，真侪人伫户外大荧幕头前，原来想看真主党领袖纳斯瑞拉发表威胁以色列声明，原来反火拍破。القلق من إمكانية أن تذهب هذه الجبهة إلى تصعيد إضافي أو إلى حرب كاملة。根据以色列甲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北部城镇甲军事据点确实已经互来自黎巴嫩发射火箭攻击，以军也用火炮还击。
另外，伫南边的加沙，以色列继续炮轰甲空袭哈马斯的据点。伫国际组织甲欧美民间团体抗议以军的攻势，以色列总统赫佐格伫接台来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时阵，特别伫镜头前提出空飘予加沙居民的团团，强调已经尽到责任，事先呼吁百姓撤离。美国总统拜登倡议请以色列暂时停火，或是要以后这物资运送进入加沙。布林肯马上伫初三到当地会见美国政府高层，传达美国政府的想法。We believe that, among other things, a humanitarian pause could help that effort, could facilitate it.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e're focused on it. 按过布林肯伫以色列可能下民主，除了总统赫佐格强调已经对加沙百姓尽到责任。总理纳坦雅胡阁表示，无性释放所谓以色列人质一切免讲。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已经有153栋历史的北馆台北临安社，今年正做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者。虽然台北临安社嘛拄到传承的困难，不过因嘛拍拼要招无共年龄层的民众做伙来参与，希望会当推广这款传统的艺术。当咧台顶表演北馆的是已经有153年历史的北馆演社台北临安社。台北临安社伫2001年，互人定了最新奖顶头保存者。今年国以北馆得到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的肯定。台北市文化局也为因举办授证典礼。150年了，真的很不容易。它穿越了不同的政权，跨越了族群，到我们现在为止站在这里，站在一个古迹里头，就真的感觉到意义人扬。台北临安社为1871年成立到大，传承也捌长过一段时间。落尾因积极复兴，已经恢复野生风采家，北馆表演一寡传统，也积极招少年人来参与。咱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义务，来推广咱的北馆这个传统文化。所以咱有为小学生，包括中学生，因为有兴趣。有兴趣啊，家己阮兜就有咧拜神。台北临安社表示，因自2019年开始开放练习北馆，一开始只有5-6个人参与，推广到大已经有40几个来自无共领域、年龄层的人参与。伊也欢迎各界对北馆演社有兴趣的民众做阵加入传承。记者郭宝君、林玉凯台北报道。已经过身17档的前法务部长陈定南，连前的形象互人比论做包青天。伊阁捌选过台湾省长，虽然无当选，不过嘛是台湾民主的重要过程之一。即马陈定南纪念园区当咧举办展览，带大家做伙来回想迄当时。中现前法务部长陈定南1994年代表民进党参选台湾省长的模样。陈定南过身17年，伊迄时参选省长的历史文件，现主是当咧宜兰陈定南纪念园区展出。迄当时当咧做陈定南幕僚的行政院副院长戴文灿，也出席展览开幕现场。地方有派系跟黑金，所以陈定南必须是面对那个不可能的任务，在打这场战，到处掀起了一阵陈清天的旋风。所以有选举，虽无成功，但是我想嘛是奠定2000年政党轮替基础。陈定南1943年伫宜兰出世，做过2届宜兰县长、4届立法委员，各有5年的法务部长。因为青年反贿选甲乌金的形象，选调宜兰县长，个人号做陈青天。我们不赞成现场收红包，我们不赞成现场炒地皮。我们不赞成不能是这样子，很醒目的啦，就这样，结果陈定南还是赢了。1994年，陈定南选省长的时，画出400年来第一件要甲台湾变青天的口号。虽然无当选，但是互人认为是台湾民主历史的重要过程。陈定南基金会希望透过这个展览，让台湾人知影实践民主自由权利的重要性。记者郭文玉、凯林、景伦综合报道。顶礼拜伫咧台中的运动中心，有一个大学的助理教授去拍球，煞向昏去。好佳在迄当中，有一个菜鸟的消防队员，即时甲做 CPR， 才甲人命救回来。
敢是去迄着即个穿着灰色上衣的男子，当天运动场伫拍球，不过了后伫边仔休困了后，就向昏去，而且失去喘气甲心跳，边仔朋友惊甲毋知要安怎处理，伫边仔行来即个男子，随即进行 CPR， 连续做了5分钟，一直到救护人员到场接手。第一名护理师先过去判断他已经无意识，没有呼吸，没有脉搏。那位消防员就会立刻先对他实施 CPR。代志发生伫顶个月25号，灰色上衣的单身助理教授来到台中朝尾国民运动中心来拍球，不过形容身体无爽快，倒伫涂骹，加在紧急救援才救回一命。而出手救援呢，就是这个伫中华鼻头消防分队的潘姓队员。因为担心他的缺氧会导致脑部受损，所以就是尽快的去做 CPR 去按压。那当下也有去做贴 AED。今年36岁潘姓队员，伫今年考调消防特考了后，经过1年训练甲半年实习，顶个月到中华鼻头来报道。伊是25号冬日休假的时阵，前往拍球，所拄到这件意外，互伊所学会使来发挥。伫运动中心的执行长，嘛代替家属前往表达感谢。那这个时间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当然去求证，也跟我们所长报告。那所长也有指示说要给同仁适当的一个续奖，这样。中华县消防局表示，会对着潘姓队员来予伊嘉奖。而潘姓队员谦虚表示，伊只是做每一项拢会做，而且应该爱做的代志尔。记者中华采访报道。2天前，有一个冷气师傅因为车祸脑死，家属落尾决定将伊的器官捐出去，至少救到8个患者。台北营总阁专工来举办感恩会，不过目前国内阁有上万人等要换器官，其中等要换腰子的上侪有甲8,000多人。 60多岁陈先生生前是冷气修理师傅，2年之前因为一场车祸到病院急救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头阿妈棍梁骨损伤严重，已经是脑死状态。家属虽然心痛唔甘，医院决定捐出伊的器官甲组织，包含肝脏、腰子、眼角部，至少有8人受惠。那我们想说，他这种媳妇的个性，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态度很豁达，然后。 他也不很拘泥什么很传统的想法，所以那时候全家讨论完，觉得这是一条可以选的路。根据器官捐赠医师定律甲病人自主提供中心上新的统计，到今年5月为止，医院有1万外个患者咧等待器官移植挽救生命，其中等腰子8,000多人上济，第二是肝脏有1000多人，心脏234人，肺脏是103人。台湾是洗肾王国嘛，对不对？那所以其实等候肾脏的人相对的就比其他器官还要多。荣总迄今已经成功完成。 器官及组织的捐赠移植964例，那当然，其中最常见的是一个眼角膜的移植。眼角膜的移植让很多人可以重回社会。台北营总找时展起举行器官捐赠感恩会，邀请最近3年来器官捐赠者的家属、甲受赠者来参加，共同表达对器官捐赠者大爱精神的感恩甲对思，也呼吁社会大众应共同来响应。记者综合报道。 新竹县动物保护防疫所举办体验活动，让民众来参动物做伴，佮做伙斗摒扫，希望让大家了解饲动物的责任，嘛希望会当招愈侪人来做志工，照顾流浪动物。来到动物防疫所，专门照顾狗仔的区域，大家手提工具，专心摒扫。另外一边是负责看狗仔散步、培养感情。 内底还有来自南非的外国朋友。Today I am here to learn how to take care of animals, but also to teach Sinju and Taiwan about the animals in South Africa. 领养就是代替购买，然后也希望大家看到流浪动物如果有受伤的，有什么需求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打电话通知志工，可以来协助所有的保护动物。对。负责照顾动物的志工讲，动物志工这个工作。 其实上需要的是爱心掺耐心。有时候真的是在像照到一个小孩子这样的对待他们，释出爱心关怀，他是知道的。来认识说照顾狗猫不是那么轻松的一件事，不是说只有大家遛狗，然后看到别人漂亮的狗狗就很开心，然后就觉得养狗很好。事实上，他要照顾它，要把屎把尿，就是要有它的那个辛苦的地方。
经过一天的体验，大家除了对动物有更加深的认识，也知影照顾动物无简单。动物保护防疫所也鼓励大家，厝内若是想要饲动物伴，会使先来做志工，学照顾的美感。记者陈君豪新潮报道。咱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1度至32度，中部地区20度至31度，南部地区21度至32度，东部地区22度至30度。还有外岛地区22度至29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